大家好，我是坦哥哥。今天看一下这个平地机啊，这个司机技术很牛啊，我现在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平地机，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机子？这个角度可以有点对角，还有。你们走前面吧，不要后面啊！夜火燒去憾事，有心的零時，造就暢快日子。喧嘩中燒報紙，去寫宣泄定義。不知社會，不知世間發生着任何事。永不閱讀文字，不給勸解，不給制止。最厭惡發覺野莫告知，兇狠對打，被擒絕未怕。你什麼學歷？我什麼學歷？大學。哪所大學？北大。哪兒？一個出去好不好？北大，北京大學。可以。北京大學我從那兒路過過。廢話，我還從那兒路過過呢。不是，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學，那叫空大，那叫北大嗎？那叫北航。咱倆都互相這麼尷尬，有意思嗎？不死惡黨，不死眼光，誰厭惡去看？